民眾在換衫所在摕手機收證，因為門外有一支監視器鏡頭，就對準換衫所在，內底鏡用清楚反射換衫的人。有民眾指控10八去東區三井拉拉鋪購物中心，有名運動品牌 Under Armour試穿運動內衫時陣，發現運輸全部人看現現，要求業者提出監視器畫面，卻一直拖延，最後直接報警。他非常崩潰，他已經哭了很多遍，覺得他自己被侵犯，因為我只是去換個衣服，怎麼會被拍成這個樣子？那目前證據都在警方的手上，那我們也確認過，所有的東西都被拍，確認是沒有穿衣服的照片。受害民眾朋友將經過鋪網路引起爭議，其他人感覺運輸受侵犯，未來比賽時陣會提高警覺。鏡頭是真的會拍到裡面的話，那的確是會。就是會感到侵犯這樣。如果真的要換衣服啊，或者是有關於我們自己就是照到我們，可能會再看一下，就再注意一下。由於台灣總代理商是成珠國際，台中三井拉拉鋪店面是家庭經銷商動力主義。成珠國際聲明強調，已經成立專案小組調查，各全面檢視地形店、檢視設備翕的角度。三井不動產集團表示配合警方調查，佮馬上檢視全台全櫃設備狀況。點頭向警方表示，監視器是為防止有人偷物件，翕的影像上傳雲端，但係總公司才有權利看。啊，毋過其他服裝店業者講，防車甲運輸應檢。免犧牲消費者權益。大部分的客人來這邊穿衣服、試穿、買衣服，我們就會看他拿幾件進去，拿幾件出來。一個人不可能拿到很多一堆，頂多拿個2、3件，這樣子很清楚。將於店家及廠商到案說明後，依妨礙秘密罪及妨礙性隱私及不實影像罪，函送台中地檢署偵辦。警方表示，受害民眾已經提告，專項依照刑法妨害秘密、妨害性運輸等罪嫌，將總代理、家名經銷商加監視器廠商函送台中地檢署偵辦。記者綜合報道。